再来看美国的东部甲中部地区哦，最近有小影温度是超过40度，有真侪民众哦拢未堪治。伫马里兰顶所在哦，路拢变形了，气象单位嘛发布高温的警告。 温度真悬，警车嘛热甲挡袂牢，就要用拍火水头抓水来降温。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高地的居民嘛，紧去附近找闪热的中心，要来避这热影的侵袭。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布鲁克林、曼哈顿、史塔登岛这所在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暗算持续到日时暗时8点，危险高温可能到摄氏42度。居民会当敲电话问你家己上近的避热中心伫倒。 Beber mucha agua, usar filtro, porque imagínate, no es fácil, porque este sol ya te hace daño de tan fuerte que está.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东北部分地区的高温记录是一直创新高，其中红叫做是曼哈顿之西的纽约中央公园，而且是测到摄氏35.56度的高温，打破对1888年以来的记录。气象局嘛针对美国东部1/3大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告和高温警示，至少29个州1.6亿人受到影响。 Some places tomorrow could be all time for June, not just daily records. Each year it seems to be getting hotter. The water temperatures off the coast are getting hotter. Hurricane seasons seem to be getting longer. Be a real signal there. Heat is definitely a killer. 气象学家讲，这种更较剧烈的气候形态，会是一种热强现象。这种高压系统会把空气困掉，让气温一直起嚟，定定会持续3到还是更较久。即马天气变热，湿气会更较侪，极端气候的事件嘛会变较更较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